遮嘅一個瓷器嘅兜咧，原來哇唔知係乾隆時期原來你嘅喎，呢啲毫無價值嘅都變咗有。如果有唔同嘅洗滌簪咧，咁我哋就平均分配啦，10蚊分5份，咁咪每人2蚊咯。Behind the scene 去促成啲交易。金融屬性咧，咁其實最主要講嗰樣嘢都係嗰個藝術品嘅潛在價值啦。咁喺你幫客戶去揾呢啲藝術品嘅時候咧，其實最主要係點樣去睇係有佢嘅增值潛力嘅咧？咁首先點解我哋有我哋嘅生存空間咧？作為藝術顧問或者收藏顧問，因為公眾即係你唔係非圈內人物咧，有一個價錢。但係我哋行內有行內一個價錢。因為佢哋知道我哋嘅背景，知道我哋唔會買完之後咧用低價就 flip 咗去擺喺拍賣市場去炒賣。咁所以咧through 我哋通常會有個優勢就係好啲嘅價錢去買嘅。咁可能10至20%。我哋工作就係 advice 俾客人聽邊啲係值得買啦，可以用相宜啲嘅價錢買到。即係話其實藝術品其實本身在投資嗰方面咧都有佢嘅升跌同埋風險嘅。咁其實佢哋嗰個升跌嘅原因咧，往往喺邊度咧？好似概念股咁樣股票有嘅，即係最近興啲咩？例如最近興 AI，咁會唔會伴隨住會帶起到一啲用 AI program 出嚟嘅一啲所謂 digital art 咧？有嘅，咁所以例如我代理或者合作一個好緊密嘅 artist 叫 Henry G 啦，佢喺 Art Basel 期間賣咗好幾件，可能幾十萬。科技嘅潮流咧，亦都會影響到收藏嘅嗰個潮流嘅。即係而家啲人咧係好中意一啲 high tech 或者 AI 牽涉到啲概念嘅藝術品，呢個係大圍啦。歷史上嘅趨向都有，例如你會環顧周邊有冇啲國家級嘅美術館，無論私人定公共都支持緊呢個藝術家。例如呢家深圳美術館做緊一個當代中國藝術家薛松嘅作品咁。咁啱我啱啱喺拍賣行咧就釋放咗一張關於薛松嘅作品。咁呢啲咪會幫助到就係連國家級嘅博物館都支持呢啲啊。咁有啲可能純粹收藏或者純炒賣嘅人就會視呢個為 endorsement。咁就如果喺拍賣行見到啲靚嘅作品咧，就會追住佢啦。所以其實某程度上，國家藝術館又或者係一啲著名嘅藝術館，包括譬如 M+ 啊，會唔會都係佢哋可以咁講檢石成金？會㗎。例如故宮都會嘅。其實故宮例如下個 show 我做宋瓷，宋代瓷器，一個好大嘅展，倫北京、香港一齊做，咁會帶動到哇！大佬原來國家咁多嘅專才研究者都去重點研究呢啲嘢，發掘到佢藝術嘅價值係原來咁深厚嘅。咁市場亦都會有反應嘅。咁就係賣家嘅話等錢使，咁我有個好靚嘅宋瓷就會擺喺拍賣行。咁啲人咧看風使利嗰啲咧就北京故宮都做，咁我哋就收翻一件，可能炫耀又或者投資價值又好，咁會帶起成件事。係啦。咁所以其實你做策展嗰個部分咧，其實某程度上都真係點樣去策劃一個展覽喺邊一度去展出，令到有呢一啲嘅藝術館嘅人啦，又或者係著名畫廊嘅人啦，去賞識呢一個藝術家。咁所以某程度上好似捧新人咁樣，係啦，即係捧明星咁樣都係靠你噶咯喎。所以睇 timing 好緊要。我哋頭先提到潘元良先生嘅作品，你睇到近年個香港嘅風氣都係啦，開始努力發掘翻80、90年代一啲黃金文化盛世出嚟嘅一啲產物，例如《聲生不息》，即係 TVB 同大灣區嘅嗰個節目，亦都揾翻一啲新嘅人唱翻舊嘅歌，80、90年代中年好聲音亦都係。所以你會見到文化博物館大館啱啱都做完黃霑先生嘅展覽。如果你作為一個 trend 去睇咧，就係香港文化有佢哋嘅潛力咧，咁繼續做落去。其實有好多人都對80、90年代嗰段娛樂事業嘅輝煌時期咧，係有一個好大嘅嚮往啦，或者回憶啦。咁所以其實喺呢一個期間所做出嚟嘅一啲產物咧，其實都會有一個市場價值喺度。冇錯，咁所以呢個展覽我完全估唔到咧。我諗住一個細細空間200尺都唔夠，你去過大館，我哋賣出咗超過100幾件手稿兼書法作品。咁你會見到原來呢啲作品係好牽動到一整代嘅觀眾，無論係香港定係國內嘅。咁所以我覺得唔好睇小我哋自己香港細細地方曾經誕生出嚟個文化。國際點樣認識我哋香港，其實就係香港電影啦，我哋香港廣東歌啦，甚至我哋香港漫畫啦。咁你提到咧，就係可能以前係個收藏，未必係諗究竟個收藏價值，但係其實慢慢咧可能會有一個收藏價值喺度出嚟。例如有人去話，原來我發掘咗我阿爸媽收埋咗好多呢啲以前嘅嘢，咁我可以點樣去知道究竟其實有冇價值咧？係。
咁我都曾經做過拍賣行啦，我哋聽過無數呢啲咁嘅故仔，嗯例如喺歐洲尤其是嗯上一代咧，即係嗰啲 grandma grandpa，嗯門口凍遮嘅一個瓷器嘅兜咧，原來哇唔知係乾隆時期原來嚟嘅喎，當年係啦，當年乾隆你知同外商都好多嘅交往咁樣，佢嘅年代，嗯咁所以你唔知嘅，即係可能爸爸媽媽甚至係 grandparents 留低落嚟嘅嗰啲嘢係點樣，因為可能佢哋都唔知，喺嗰陣時個價值未體現到，唔同嘅博物館慢慢發掘佢哋嘅藝術價值、市場價值之後咧，呢啲毫無價值嘅都變咗有。譬如我哋做遺產管理人啦，咁其實都會遇到類似嘅問題，就係話究竟我點知道呢件嘢究竟係咪值錢咧？你會點樣去建議我喺邊度入手開始咧？我都處理過呢個問題，準備開始做一個展覽啦。突然之間跑出嚟一個同父異母嘅 sibling 就話：喂，呢批嘢我有份，你未問過就想做展覽，咁啊自己吞晒啲錢，咁得喎。咁啊中途斬咗攬件事，咁就開始處理有啲官司先。你可以即場馬上處理咗呢批藏品，掉晒拍賣行又好，定係透過私人買賣。拍賣行有個好嘅地方就係除咗公開拍賣，公開拍賣意思係咩？全部 transparent 嘅，成交嘅金額、會嘅股價等等。但係有啲就唔想咁高調，俾人知道佢處理咁大批嘢，同埋唔想俾人知道公開拍賣嘅價錢。咁所以我哋有個叫 private sales 嘅部門。咁啊，斟酌就係呢一啲顧客嘅需求啦，就係我哋喺 behind the scene 去促成呢交易。例如我知道呢個財產管理人佢有釋放呢啲藏品嘅傾向，我就會喺我 connection 入邊喺市場度揾一批人，咁我哋簽名咧就唔可以公開任何關於交易嘅細節。明白。可能會低於市場可能8至7折咁樣去成交。總言之，我哋就金錢代代平安，就可以平均地分配妥善咗處理呢批遺產。如果有唔同嘅仔女爭咧，咁我哋就平均分配啦，10蚊分5份，咁咪每人2蚊咯。咁呢個10蚊點定奪咧，就係我哋嘅建議去咁做。家破人亡事務所 ，Screw Up Gracefully。睇完記得 comment、like、share 同 subscribe， 同埋撳埋 YouTube 個鐘仔啦。如果有任何問題想問 Alfred 葉律師嘅話，可以 follow 我哋嘅 IG。葉律師睇過啲問題，可能就會喺呢一度免費答你㗎啦。如果需要葉律師嘅專業服務嘅話，就 send 個 message 去我哋 IG，睇下我哋幫唔幫到你。